来看哥伦比亚历史上头一位左派总统佩佐，伊37岁后生尼可拉斯涉嫌受毒品集团管控8万竞选基金，佮洗钱，生活是过甲真非瑞哦，已经互警方抓起来。伊伫听证会是法律犯案，总统佩佐嘛否认，也毋过是强调讲尊重司法的调查。 哥伦比亚总统佩佐后生尼可拉斯甲情某，顶个月底因为涉嫌洗钱甲非法获业，互警方抓起来。伊3月伫起诉听证会，互临缓刑。Señor juez, no acepto los cargos. Era Colombia que hemos decidido iniciar un proceso de colaboración donde me referiré a nuevos hechos y situaciones que ayudarán a la justicia. 尼可拉斯佩佐互检方调查，是因为情某瓦斯奎兹3月对新闻杂志所讲的，讲尼可拉斯安排一个封定罪毒贩提供15万块美金，正做佩佐2020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捐款，让过前翁加这个钱，摕来家己用，了后甲钱用伫个买火体，也有火车乱用去。而佩佐定名对这笔捐款并唔知影。 检察官是讲，尼可拉斯2020年必须要趁到家己民意代表工作10倍，才有法度记录迄款火车的生活，也甲财产登记伫个亲情名下疑点真多。而总统佩佐是否认收毒贩的资金，也已经表示希望这事件互后生培养品格，似乎其所犯的唔对，也表示未甘有检察总长的调查。也毋过这事件已经引发政坛真大风波。 más en un país polarizado como este, pero la responsabilidad del hijo en nada afecta ni jurídicamente a su padre. 这备案下刘佩佐成为各国第一位左派总统的信任度。伊在上任头1年成功甲上大的反叛组织达成停火协议，也有努力推动的国家医疗体系、养老金甲劳动法的改革，这政策拢无法度得到国会通过。全在野党对伊怀疑加深阻力也更加大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